要经历美丽岛事件的总统副主席姚嘉文，今仔日发表伊的新册《第一法庭》，描写威权时代打压台湾民主运动的历史。同款也经历过美丽岛事件的监察院长陈菊，冒去介绍听，希望台湾人会当透过这本册了解民主自由的珍贵。经典的黑白相片是美丽岛事件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。7个被告当中的其中一人，总统副主席姚嘉文，现就是以这张相片做封面，写出《第一法庭》这本册，记录蒋介石和联合国取消中国代表权了后，打压台湾民主运动、压制台独运动的迄段历史。这本书的写的是蒋政权的最后挣扎。其实大家都很怕蒋总，其实蒋总很怕我们，因为蒋总他可以判断说，台湾的民主运动起来了。海内外的台独运动起来的，他要怎么阻挡？就设这个叫第一法庭。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也是监察院长陈菊，也到新册发表现场表达支持。陈菊伫美丽岛事件也经历过军法大审，伊看到第一法庭感受是真深。我看内底足侪事件，我拢有参与。即摆有参与过这个过程，佫会当有。讲话发声，事实上也无真侪人。桥仔头事件、美丽岛事件等等，我看到第一法庭，我实在是感触真深。这拢是台湾人追求自由民主这个过程内底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的记录。陈菊讲，册当中写到的一个历史事件，需要让世世代代的台湾人知影，让后辈知影民主自由的珍贵。姚嘉文讲，这摆新册有国史馆提供资料，历史教授李福正等等人士帮赞，望用全面的观点，让大家了解台湾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。记者高文条随台北报道。